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阿紫呢個角色啊。《天龍八部》裏面有兩隻觀音兵，游坦之痴戀阿紫，段譽痴戀王語嫣，兩位女神其實都唔多中意隻兵噶啦。最後王語嫣意識到慕容復唔重視自己，男神冇望，投向段譽嘅懷抱。段譽抱得美人歸，雖然新修版美人走咗，但都叫抱過啊。而游坦之呢，喬峰死埋，阿紫寧願跟住喬峰一齊死，都唔肯同游坦之一齊。點解呢？佢哋兩個都係付出型噶。段譽對王語嫣千依百順，游坦之連對眼都俾埋阿紫。如果你話愛一個人就係要對佢好，兩個都做到啊。而佢哋嘅分別就係在於點樣對一個人好。段譽最中意王語嫣嘅時候，都從來唔會放棄自己嘅價值觀。書中有一幕，喬峰俾人圍攻，慕容復有份，王語嫣就啤住段譽：段公子，你係咪又要幫住喬峰同我表哥作對啊？段譽呆咗，我識咗女神咁耐，千依百順，女神從來冇咁嬲過我。佢心亂如麻，但係即刻諗，咁多人圍攻我大哥，佢好危險，我唔幫佢點叫兄弟啊？就算女神嬲我都冇計啦，就衝咗上去。相反，游坦之出身名門，受嘅教育都幾正氣啊。但係為咗阿紫，佢違背晒所有價值觀。本來佢諗住殺喬峰報仇噶，不過中意咗阿紫之後，呢啲嘢都擺埋一邊啦。佢失去咗自我，佢唔再係游坦之，佢只係鐵醜。唔好講愛唔愛住啊，冇一個女人會尊重一個冇自我嘅男人。第二個分別係段譽係冇呃過王語嫣嘅，亦冇嘗試左右王語嫣嘅決定，一直喺度了解王語嫣嘅需要。當然佢未必滿足到，但係佢向呢個方向努力。而游坦之好清楚，阿紫從頭到尾嘅需要就係同喬峰一齊，但係佢只係想將阿紫留喺身邊，其他嘢都揀去逃避啦。喬峰死後，阿紫將自己對眼挖翻出嚟，表面上係還翻俾游坦之啊，裏面嘅概念係我從來都睇唔起呢個人。所以話呢，我哋淨係見到有啲觀音兵守得雲開見月明，但係呢個守得雲開嘅過程絕對唔簡單。一來唔可以失去自我，二來又要學識點樣尊重女神，再等到女神追唔到男神嗰陣，先有一啲升職嘅機會。真係做兵都唔容易啊！